打倒預測人，將預測人講出客運市場。我成日睇到嗰啲評論，都冇知得罪咗邊個。如果你真係有實力嘅話，我希望大家咧資源整合，一齊去為廣大市民做啲嘢。我哋預測人始終將惠民測人作為使命，以極致性價比打破行業低價。比如之前東莞深圳6蚊，羅定廣州9蚊9，東莞珠海11蚊6，嗰啲線路之前大家都坐過，我哋真係實實在在低價，俾啲市民可以實惠經濟出行。為咗做到嗰點，我哋優化調度系統，融資打入市場，喺安全舒適嘅前提下，把成本壓縮到極致，通過薄利多銷，把實惠留俾每位乘客。我哋預測人低價嘅背後係對市場嘅誠意，更係對行業嘅貢獻。用創新模式倒逼服務升級，用普惠價格推動全民出行。如果冇有我哋預測人，大家之前坐車嘅票價都係幾多？